那其实我也实际到达关渡自然公园来看过，刚好这个时候就是有一大群的飞鸟到那边。那当我们要回程的时候，在路上就看到几百只鸟一起这样子群飞，然后当时感觉就觉得很心中很激动，就觉得原来真的我们这个地方其实保持得很好，然后又加上气候的温暖的关系，真的会有非常多的候鸟来，那让我觉得说这片天空不只是在湿地，它们飞起来的那个感觉，那个画面真的很美。于是就把一些比较可以去形容它们的一些字句，把它放进歌词里面。卷起飞翔，伴随阵阵美妙歌声，带着无穷力量和希望远眺。卷起飞翔，勇敢飞翔，未知旅程带着希望，期待梦想和心声。也是在形容说这一整个循环，就是候鸟来到了我们这一片湿地栖息，然后再过了一段时间呢，他们会繁衍后代，然后在这个地方好好的生存，然后一直到气候适合的时候，他们又会飞去其他的地方，然后再到了下一个年度呢，他们会再一次的回来。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美的循环。前往的南岛，生命在这里被温暖的照耀，一切的美好如此神秘又奇妙。其实要生长成一棵树，然后到一片森林，我们应该是要花非常久的时间，可能要数十年。但是如果我们要去破坏它的话，非常快。带着无穷力量和希望远眺，再次回首时，不畏惧再大的冰雪风雨飘渺，渴望努力实现重返温暖的怀抱。卷起飞翔，勇敢飞翔，未知旅程带着希望，期待梦想和心声茁壮。所以呢，要维持这个生态系的运作，还有它的功能，关系着我们未来的生活方式。